弟兄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是抬杠节第2礼拜，咱所要今日咱爱注意的就是，咱爱备办好，咱爱有信心，咱爱伫咱的生活中活出咱对主迄个信心，而且咱爱有好的模样，互人知影讲，虽讲咱即摆疫情或者是讲国际情势真无稳定。但是主所带领互咱的是咱心灵上、咱灵魂的一个归处。咱爱有迄个坚定的信心，知影讲主要甲咱相甲伫地。逐时阵无管好歹，伊拢陪伴咱。伫疫情的时阵，咱可能嘛会拄着咱的厝边、咱的朋友，伊的心内有真侪惊吓伫迄个所在。伫大港节第2礼拜的时阵提醒咱来做关怀因、帮赞因。嘛会当借即个机会，将即个好的恩典传播互因，甲因讲耶稣会当拯救，耶稣带来希望。所以咱今日是第2礼拜，也盼望咱搁再一届，重视咱家己的身份。咱毋是讲咱信就好，咱得到就好，是会当对咱身躯边的人嘛产生影响。咱会行做，咱对因的互动，拢会当帮助因。来认识即个耶稣，这是咱要开始咱的礼拜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我的主，感谢你，阮咧听候你来临，听候你降临的即个圣诞的节期。主啊，互阮实在用真大的信心来过阮即个变化真大的生活。随着疫情真侪设施咧偷放的中间，主啊，求你平阮心中的不安，也装备阮，互阮会当帮助阮身躯边的人，了解主你的恩典，趁着圣诞的节期，会当邀请伊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亲身做工，伫阮今日所有的服侍，互阮会当在即个所在。仰望你，对你遐得着快乐，求你帮助所有服侍的兄弟姊妹、服侍人员，伫主你的面前，诚侪好的工具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主你平安。咱即摆开始脱离咱的诗歌，首先咱先来看新鲜诗第12首，主上帝正手。咱请苏琴来甲咱弹一解。中美洲牙买加的国家的选曲曲调出来吼，所以你有发现讲，你看因的伊的曲调的时候，你有发现伊这个切分音，所以咱可能把这个切分音的感觉给唱出来。咱首先来量歌词吼，咱照伊的节奏来量歌词一下来。来第1集歌词，咱先来量一解，照着伊的节奏来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写你，写出恁爱看恁的话。咱照伊节奏拍子哦，再来，咱从头到失败，咱心里甲目屎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。来第2集，来2念的哦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指教你，第2节指出恁应该行的路。第2节咯，
随黑暗无道义，正对行歪道，帮助上帝正手咱因错。来，咱第20个念一届来，正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帮记住，记住咱应该行的路。虽黑暗有着我，千万袂行歪道，帮助上帝正手咱手因错。好，来，咱今仔先来唱第一节来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你，写出你爱我的话。咱唱到我心爱，咱心里那么深，你就是我的手。好，来，好，那请钢琴继续哦，因为咱这首是中美洲的风格哈，所以可能这得切分节奏，所以咱头仔唱都是唱得平平淡淡的，所以应该安怎唱呢？我们要强调一个切分的所在，就是你看破缅甸有一个那个8分音符诶，好，第一拍跟8分音符，那可能要强调一点。比如说咱唱主兄弟，第二拍那加重一点，那咱试看来，我来带大家唱啦，再次来第一节来。来，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你，重音多一点，写出你爱我的话。再来，咱唱到我心爱，咱心里那么塞，你主上帝正手，咱不记载。来，那个第一节哦，那个重音更加多，好不好？我们请那个诗琴呢，帮我们那个重音多一点，不然的唱得平平淡淡的这样子来。跟来第一节第一节，请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你，写出你爱我的话。咱唱到我心爱，咱心里那么塞，你主上帝正手，咱不记载。哦，来第二节，请来，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主，记住咱应该行的路。虽然有头我，只要你了歪错，你主上帝正手，算数你错。来第三节，咱试看卖第三节来，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公平，公平行到咱咱主事了主你，咱行路咱不离，你主上帝正手，咱属公平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第四节，请姊妹先来唱好无？来，姊妹请第四节来，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咱有志，有志就我努力啦。你咱的名，对天下中地下，你主上帝正手，咱属有志。好，来第六节，请兄弟来，兄弟请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你，一定保存了这心灵，因咱为真见了，你将生命了，你主上帝正手，咱属。
过第六站，咱全部搁来唱一届第六站来，请如上帝请求，你能留我在天，在天主有我的爱，万世万天福音，当天地都撒天，地主上帝家求在天地。好，那咱这首唱到这来，咱继续看咱的乐圣诗哦，12位乐圣诗的新圣诗68首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。来，咱请苏琴甲咱弹一解。这首诗嘛，大家较不熟悉吼，一位马来西亚的旋律。伊头前这两行是副歌，所以咱后壁唱了会记哩，等来唱副歌哦，才是一个完整的结束安尼吼。伊总共有3节。好，来，咱先来念一解歌词吼，来请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灵君就是伊，伊嘛美丽主圣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第一天使甲天君，传播这佳音，当天也是温暖，无者听消息，欢喜乐着，感激为了称赞。然后，要紧直接第二节来，第二节咱来念基督，来第二节，基督是救主，为万民出世，大好变入世间。咱做伊药人，照顾互伊一定，也得伊的帮助。好，来，来那个副歌搁念一解，来副歌，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灵君就是伊，伊嘛为你主圣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好，即摆第3站来，颂香的快活。黑暗的光明，来第3节，第3节歌词，秀那个投影荧幕放第3节，第3节歌词。好，来，咱第3节再来一解，来请颂扬的快活，黑暗的光明，秀也白。口棒，万分变下变，最灵的星星，养心自由光芒。好，我们的最主，伟大灵君就是伊，伊嘛为你主圣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好，还是好加对哈。那这首呢，就是跟那个中美洲的牙买加较无共。就比较平顺，比较平顺的这样唱哈，这是个民谣歌曲。来，咱来试看看来，回头从副歌开始来，请来，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的君就是伊，伊嘛为你主圣囝，伟大。前面来，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的君就是伊，伊嘛为你主圣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来第2节，来，基督是救主，为万民出世，大好变为世间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
三十来。上尾一届的副歌来，万望的我主的主，伟大的我就是你，伟大的你就是行，咱着为你来服务。好，咱诗歌团练到遮，咱即马准备先来敬拜上帝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互人有福气。愿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即时，请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58首，圣诗58首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，以马内利主圣囝，咱着为雷来赞美。天使甲天君传播这佳音，冬天夜色温暖，牧者听消息，欢喜袂搁伫，感激跪落称赞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，以马内利圣主，咱着为雷来赞美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，以马内利主圣囝。
咱着为你来赞美。中央的快活，暗的光明，受压制的逃跑。我魂变下面最近的心情，表现自由恩芒。咱王的王主的主，伟大领军就是伊，伊嘛来对主心请坐。这是咱三甲用主的教导的主祷文来祈祷。伫周报的第7页，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39篇。启应文39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第2章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从山岭较万国拢会热我来归伊，万民会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因为将刀拍做犁头，这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。我国的家啊，着来！这是咱三甲过来吟圣诗，圣诗26首。圣诗26首，但愿感谢上帝，但愿感谢上帝。出声吟诗对心底，主行其义代志，万民掠伊做欢喜。阮对母胎出世，伊就赐福无离，用伊无数仁爱。今日要得宽待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时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怜悯、慈爱、甲恩典。伫你所定着的日子，互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乐你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，求你带领阮进入预备甲信心，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的节期。主啊，伫即个幕后世代，阮看见战争、天灾、人祸、疫情。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，亲像伫天里。恳求你用属天的平安来安慰怜悯伫遐遭遇困苦的人。主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气力，是阮伫即个末世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但愿今仔日搁一摆透过圣餐来甲你三亲近，来孝念你的疼，搁提醒阮。因为你的受难定是日价，死搁活，阮的罪才会当得到赦免。求你赐予阮信心，帮助阮伫日常的生活专心仰望，行出你的旨意。互还未信耶稣的人，嘛因为咱的好行做来较无入捌耶稣。感谢上帝恩待保守台湾即个都市。经历诚侪民主甲自由的所在，台湾每一个城市的土地甲百姓，拢是主所祝福的。求主赐予遮新当选的当选人有公义、有诚实、气力，真正为人民服务。慈爱怜悯的主，嘛求你，互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，互身体欠安、心灵软弱的肢体。主的慈爱、医治、安慰，充满伫因。恳求圣神充满带领阮今仔日的礼拜，愿一切荣耀、学乐归伫你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，咱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11章，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也是伫咱旧约的部分，伫咱旧约的部分的758页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，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。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，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，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。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。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，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来议断。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向人，用正直议断世上谦卑的人，用喙中的拐拍世界，用喙唇的气杀死歹人。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信实要做伊的身躯的带。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带，豹甲山羊囝三角倒地。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，最细汉的囡仔要牵伊。牛甲熊要三角食，因的囝要三角倒地。狮
要食草，亲像牛；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；长年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血。伫我的圣山的遍地，的确无损伤，无陷害，因为认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，亲像水淹捌伫洋海。到迄日，耶西的拳头徛做万百姓的大旗，地邦要归我伊。伊安息的所在有大阳光。读圣经到遮。献诗圣歌队，因要献的诗是主神灿烂强冲。
讲道，咱的科博士要来讲道，伊要讲的是无法度想象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每一届阮组织拢是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每一届阮组织拢是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对于阮的组织内面，阮得到主你的疼痛。这是恳求信心伫阮中间运行，帮助阮透过今仔的经文。互阮甲你相拄，互阮领受对你要对阮讲的话，愿主亲身引带阮每一个人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，咱看到伫咱台仔顶点灯2支蜡烛，这2支蜡烛点灯代表的是咱要备办，咱备办咱家己。咱备办，咱要来互主来使用。信心是因为伫即个世代，也是讲伫早时的世代，因会拄着恶担当的时，因爱有信心来军对着上帝。所以，伫大港节的第二主日，表示讲，咱爱用家己的好行为，做一个好的模样，来备办迎接基督的再临。要安怎讲做是一个好的模样呢？什么是好的行为呢？其实毋是掠咱家己做标准，是掠上帝来做标准。咱咧即个时间咧备办，是因为还佫有侪人还未明白，还未相信耶稣，所以咱的好的行为会当互人渴慕来明白耶稣。拿安尼来看，会记得顶礼拜也是顶礼拜，牧师有邀请咱爱想看卖，到底伫即个年底要结束的进程，咱会当为主来做甚物呢？伫过去的即礼拜，你敢有对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厝边，将上帝的听化做一个行动？我毋知咱有去实践无？有可能是真大的代志，有可能是真小可的事。不过，当咱还未行动的进程，你可能咧想一项代志，我会胆呢，惊呢。我若去做了后，有啥物款的结果咧？也是讲，当你去做的时阵，整个的行动会甲你所想的结果是同款。也是讲对未来的代志，你会当来想象袂？以赛亚书咧讲过去的代志，伫过去也无迄个影像的进程，你会当来想象过去的代志也未？当咱咧敲揣安尼的一个处境的时，以赛亚咧面对伊家己，我想以赛亚咧宣扬上帝话语的时阵。伊会去想讲过去发生的代志，也是我即马拄到的代志，也是讲未来的代志。以赛亚，伊会去想遮的代志袂？以赛亚的迄个时代是伫亚洛伊住伫亚洛撒冷，大约伫主前差不多第8世纪的迄个时代一个先知。迄个时代，就是亚述帝国威胁犹太国的一个时期。当迄个时期的犹太人，因受到外在环境的压迫。不过，以赛亚深深知影，伊知影犹太国的危机，毋是迄个外在亚述帝国的威胁尔。迄个真重要一个原因是，整个国家咧犯罪，整个的国家对领袖甲百姓，拢违反着上帝命令，以及因无相信，嘛无要挖靠上帝一个结果。所以透过上帝透过以赛亚发出声音来警告因，而且有一个真实际的行动，要来考验因，互遮的百姓爱过着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生活。毋单是安尼，毋单是考验因，嘛咧甲因讲，
恁若无要听我的话，也是拒绝上帝的命令，恁上尾会抵到灭亡。虽然安尼警告，敢若真要甲因遭灭的迄种情形，总是上帝伊有主爱，所以伊互以赛亚预言讲，将来有一天，恁会拄到一个和平的日子，有对台北的护士的后代会出一位真理想的君王出来。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咧讲有一位新的王要出现，这是以赛亚伊所发出的预言。伫预言讲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那呢？以赛亚就确认这个新的王的身份是对亚西亚来。安尼足奇怪一项代志，为什么是亚西？为什么毋是直接讲亚西的后生大卫的？迄是因为要强调大卫正做一个荣耀的君王正正的一个处境。咧讲到亚西是一个对卑微的囡仔的囝，要来正做一个弥赛亚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弥赛亚嘛是出生伫卑微的内面，所以用一个老树头来形容迄个特别孤单的一个君，表示大卫伫完全败坏进前，整个无愿望的这个状况内面，弥赛亚才会出现。耶稣就是伫以赛亚预言700多年了后，伫整个以色列拢无希望的时阵来诞生。伫旧约的时，王要就任，爱透过祭司的高立。对初代教会到中世纪这个期间，咱若看伫欧洲遐的每一个王，伊拢经过教会教宗迄个换手，才会当登基成做王。通过这款的仪式，是要确认讲王的身份、王的官位。伫以赛亚宣告迄个伊要来的王，伊讲伊是上帝的灵直接伫王的身躯顶，有上帝的灵的同在。一个新的王一定甲早前的王无共款，所以以赛亚讲，王还未来到的以前，人的心中一定咧期待讲，爱比即摆的王较好。也毋过，咱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内面，敢真正新的王会比旧的王较好吗？以赛亚伊的预言，毋是伊家己想出来。以赛亚的预言是对上帝的声音来，所以以赛亚要说明讲，这个新的王伊的特质是甚物？伊的特质就是有上帝的灵伫王的内面。上帝要赏赐新的王有对天来的智慧、甲聪明的这个灵，毋若是迄个能力尔。互伊会当照着上帝旨意来治理国家的这能力伫个，伊嘛互王有规划事务，有做一寡谋略，会当执行的这个能力，互这个新的王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事务。王毋那是安尼，上帝伊讲，以赛亚讲，上帝要搁互伊的是。逐项的知识，可会当明白一切的事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那呢，才有法度明白一切拢是对上帝遐来。那对以赛亚讲了王的这个特质了后，我想伫当时的人，就是讲咱现在看到有这款的人，咱讲伊。是一个真完美的王啊！这个新的王，毋那是特质是安尼尔，伊阁有上帝公义，因为敬畏上帝，伊互王的上帝互王的心会当欢喜快乐，
上帝公义甲伊同在，所以互王知影讲，伊所要倚靠的公义，毋是伊家己。当伊咧面对挑战的时，伊毋免惊吓；当伊要去审判别人的时阵，毋免去烦恼讲有无共款的标准，因为王是用上帝公义做标准。以赛亚讲，这种标准是袂看到人的外表、外貌去评断人，嘛袂讲用听，还是讲耳闻、传言去审判一个案件。王会用公义、正义来维护迄个丧凶人的这个权益，保障迄个孤苦无依的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。王会因为照着上帝公义的标准，处罚遐最歹犯罪的人，互邪恶的人无法度伫生活伫这个群体的内面。所以以赛亚搁一摆说明的是，王伊伫上帝公义的内面，用上帝公义来治理国家，来治理社会，来执行上帝爱伊执行的这政策伫。咱若看到以赛亚书咧描写即个王，无论是伊的特质，也是伊有上帝的公义，咱来想看卖，即个王，敢真正会出现伫即个世间吗？即个王，敢真正会伫咱的内面吗？咱的中间吗？顶礼拜，台湾经过选举，上尾选举出来。选出了每一位每一个所在遮的县市长，因就是要治理即个城市，要治理咱即个所在。伫选前，我知咱有无共款的想法，咱对无共款的候选人，咱有期待。最后，咱也支持的真做县市长，其实咱就真欢喜。若毋是的咧，咱就爱为着即个县市长来祈祷，互因会当伫公义、公平的即个上帝的公义的内面，为咱的城市、为咱的百姓来超找上大的福利。所以，既然人透过选举的方式所产生的县市长，无法度来满足所有的人，那呢，到底有甚物人会当真正互人得到满意呢？今仔日咱拢知，咱是要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咱知影耶稣是基督，咱知影耶稣是王，咱嘛真清楚知影讲耶稣是对上帝遐来。伫耶稣的身躯顶有上帝的特质样式，嘛有公义，嘛代表着上帝听的实践。不过，当咱每一年，咱真正咧期待，也是讲咱真正咧听候耶稣的再临吗？当咱咧备办等待耶稣的降临的时阵，也是讲对咱每一年10月份开始，咱开始咧无闲食圣诞节的活动的时，我知影咱做同工拢真无闲，总是伫即个无闲的中间。咱敢有法度真正安静心来到上帝面前？咱敢有法度真正来听到上帝的声呢？所以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的同工，互咱伫这段期间，咱毋是咧无闲食的活动，咱透过咱所备办所有一切，咱是要甲上帝会当亲近。毋那是安尼，搁要思考耶稣的诞生对你个人的意义伫咧。以赛亚，伊互咱对新的王有一个想象伫的，因为即个新的王所带来变化，是伫上帝的创造的内面，伊定下出一个真完美和平的迄个景象伫的。也就是讲，伫一个千禧年的国度的内面，
亲像伫一个乌托邦的描述，宇宙完美，拢会当和谐做伙。所以咱看到以赛亚咧描述到迄个有攻击性的即个野兽，亲像豹，亲像狮，亲像熊，会当甲遐较温顺的绵羊、山羊、小牛啊，会当做伙伫同一个所在。两种无共款的动物，伊会当做伙倒伫草坡顶，做伙来啉食。遐个猛兽袂去攻击遐较弱小的动物。伊描写过，甚至连狮要亲像牛共款食草，甲因和平做伙。其实，以赛亚咧宣告即个新的世界，是要恢复到上帝起初创造的迄个时刻，是要恢复迄个和平的状态。伫创世纪开始，上帝已经创造了天地万物。不过，迄个时，亚当夏娃犯罪，地球人堕落，互罪恶所限制。人互即个蛇所引诱人去违背上帝命令，所以因食了迄个伫爱地园内面会当分别善恶的遮个果子了后，上帝对蛇讲：你要为着即件代志受处罚。伫所有的动物的内面，你要受到咒诅，你要用你的腹肚伫地面上来爬，你要一世人食的土粉，你要甲你讲的迄个查某人彼此结冤仇，查某人的后代要甲你的后代互相对敌，伊要拍破你的头，你要夹伤伊的后脚筋。蛇甲人的后代是上帝所咒詛因袂当和睦相处。不过以赛亚讲，食恁的囡仔要伫毒蛇的空口来佚佗，长恁了后的囡仔要将伊的手伸入去毒蛇的空的内面，嘛袂受到伤害。新的王来，要拍破这种咒诅，要恢复正做上帝所建立的爱地园的内面。也就是讲，上帝国度降临伫这个地面上啊，整个的世界无阁有互相的伤害，邪恶的事嘛无阁存在。天顶地下、山顶海里，拢充满着上帝的恩典。这个就是新的王来了后，真实的生活的景象，是一个和平甲疼的世界。咱对和平、公义甲疼的世界内面，咱看到这种的文理也好，口号也好，咱敢若无法度真正将这个和平、疼、公义这种的世界放伫咱所生活的世界内面。咱对台湾现状来看，咱咧面对无共族群中间互相咧抢来抢去、争执纷争的中间，咱看到伫咱的社会内面有好野甲丧凶的迄种真大的距离伫的。咱看到咱的社会中对迄个公平正义的认知，也阁是无共款，也阁有侪侪事件伫咱的生活的内面，互咱处伫一个无平静的时刻。咱看到伫国际、伫世界，战争、饥荒、破病、动乱、压迫、无自由等等的，拢充满伫逐个所在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所生活的现在，咱所生活的，是毋是就无毋茫啊吗？伫以赛亚的时期，以色列百姓生活伫亚述帝国的即个压迫的内面，甚至上尾规个民族拢互人狩猎，真做迄个狩猎的国家灭亡，失去因的家园，
不过因为上帝差遣先知，互以赛亚对百姓甲领袖讲话，因为因伫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带因，互遮个以色列百姓，因为有即个上帝话通倚靠，因对未来有盼望，会当继续向前行。今仔日大降节已经第2主日啦，咱布置圣诞节遮个装塔，咱排练圣诞节的活动节目，咱每一个人拢真努力，一个真辛苦，将恁的时间、恁的精神来付出。迄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知，耶稣是基督，咱知影耶稣是弥赛亚，咱知影耶稣就是迄位新的王。虽然咱所处的、所生活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，充满了侪侪不公义的事，同款有丧向的人，同款有迄个强暴的人去抢迄个弱势的人，已经同款有侪侪上帝看做歹的代志。不过，咱犹原坚信讲，爱将耶稣救赎的这个好消息，通过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将新的王所要带来这个国度，互每一个人拢知。因为迄是上帝上起初要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享受的所在。耶稣已经来啊！耶稣伫世间真做人，伊对细汉囡仔、红婴仔开始渐渐大汉。细汉的耶稣犹原受到父母的保护养饲，伫整个成长的过程内面，耶稣学习知识，明白上帝律例、条例、命令。耶稣是人，耶稣嘛是神，因为伊对上帝出，伊有上帝完全的形象甲样式。就是以赛亚所描写的这位新的王，所以以赛亚所要批判的讲的这个王，毋是属于犹太人的王，是要成做世界各国的王，是要用敢若旗仔引带各国来组织到伊的国度的内面，来向伊跪拜。照以赛亚讲的，那呢，耶稣毋是咱的王，耶稣是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正人的王。耶稣已经伫咱的中间，新的王伫咱的内面。无论外在环境如何，只要咱确信主耶稣基督是咱的王，是你个人性命救赎的王的时，圣诞节对你才有迄个意义。再当通过信仰，咱才法度真正明白，耶稣爱你个人伫圣诞节的这个时刻，伫你的生活内面的行动，你也去做的代志。那呢，当你愿意去做的时阵，你会当想象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吗？圣诞节，耶稣基督是咱正人的王，是咱每一位无论信也是也未信，伊拢要成做人的王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伫大降节第2主日，阮听候备办，阮有信心，是因为上帝伫听阮，你已经将主耶稣是王。甲阮讲啊，我毋免阁去敲找其他的，我要掠你做阮的真正要紧的帮赞。愿主看顾阮，互圣诞节的意义对阮每一个人会当诉说出上帝你的慈爱疼痛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来实践上帝你疼世间人的命令。愿将我家己备办。恳求你来使用阮，
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举行圣礼典。今仔日要守圣餐，咱三甲来唱圣诗356首，圣诗356首。主，我打就君爱见你的面。咧唱的时，请长老来陪伴。咱同心来唱这首歌，坐个吟就会使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凡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内面，属伫伊教会陪餐者，即时咱要三甲来守圣餐。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伊，来甲伊食。伊嘛要甲我食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所受，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。有提饼，祝谢，擘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年来纪念我。食了，佮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着今年来纪念我。因为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所以咱就照着主耶稣的命令，伫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提饼祝谢，咱先大声来感谢伊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阮只是照着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车，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阮谦卑恳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。食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食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，伫你的恩典的帮助内面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
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咱请服侍丢了。因为防疫的关系，咱游园由长老将饼甲杯分互恁。当咱摕到饼，咱安静咱的心，透过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，咱甲伊成做一体，嘛效念主耶稣所牺牲付出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恁若见若食的时阵，就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，搁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见若啉的是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杯是新约，
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。当咱摕着杯，咱少年主耶稣为咱牺牲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用伊的血甲咱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着纪念伊，咱同齐来领受。咱大家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拢是要纪念主耶稣永远的祭司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、看顾阮，你道成肉体来到阮的中间，为着是要救赎阮每一个人对罪恶中得到赦免，有一个永远的活命。愿主上帝你看顾阮，透过圣餐，阮了解这是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。看顾阮，互阮会当谦卑伫你的面前，奉献我家己，正做你来使用。阮陪伴家己，恳求主你引带阮，互阮陪伴是要来荣耀上帝的名，要互人得到利益。愿主亲身看顾。互阮每一天拢会当伫圣洁的交通的内面，每一天来荣耀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这是咱来唱圣诗第22首，圣诗第22首。主上帝正手，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光荣的话。咱冲突甲失败，咱胜利甲目屎，伫主上帝正手，拢有记载。请起立，咱唱全首。请坐。这时，咱来圣餐的奉献。
是咱今仔日礼拜的奉献。即是我来报告，伫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金句，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咱周报的第2页，请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，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，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，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。下周的圣工分担，请咱有服侍的同工家己来注意、来备办。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咱的科牧师，司会是张义儒执事，经文是撒母耳上卷第4章。下主日礼拜，主理是威伊牧师，经文圣诗金句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伊要讲的题目是主顾念，请掀开第6页。教会消息报告，第1点是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。伫今仔日的圣礼典第2点，本主日的礼拜举行的圣礼典是，今仔日的圣餐奉献是为着客家宣教事工来奉献。第3是献花通知，
若今年度还未完成献花奉献的兄弟，请伫年底进前来完成奉献。明年度的献花奉献登记表已经放伫楼骹的柜台，请咱兄弟登记来献花奉献。第四点，2023年的月历春联，一家一份，礼拜后会当1楼签名领取。第5是圣工侍奉表，请各团契来缴交下一季的聚会表，方便圣工侍奉的安排。下主日12月11，邀请威伊牧师前来讲道。威伊牧师是属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宣教师，伊伫缅甸侍奉，是由台湾神学院甲台湾基督精兵学会来差派。第7点是财务组的通知，团契新任的财务同工训练，定伫12月11上午11点伫1楼的会议室举行，请咱的同工来参加。第8点，第8是成人主日学。下主日12月11，教育团契组邀请林晶晶姐妹来分享解密你的健康条码，时间是11点到12点，地点伫旧堂。第9是圣诞筹备会开会通知，12月12拜一暗时8点，线顶召开第7届的筹备会议，请同工上线参加吼。第10是圣诞节活动，咱请家己来看。11点的报价，因的方式嘛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继续为着教会集体代祷的事项，咱请咱会当常常为遮的人来祈祷奉献的部分若有出入，请甲咱的贵家来订正即时来吟圣诗，尾边的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，请牧师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
请坐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